继续来看这个新北市的邦桥，一间私立的托婴中心，这个托育人员在孝道的时阵，为着要来安搭着囡仔，竟然是脱被，把这个查某婴仔的头甲砍起来，一直到2点钟后，才发现讲囡仔无生命现象。虽然是当场急救，马上来送病院，但是囡仔也是救无转来。社会局起早来发现，这个托婴中心的宝宝收了伤多，托育人员伤少，这个师生的比例无符合着规定，照顾的过程嘛有欠缺，所以甲这个负责人甲托育人员拢罚款24万。但是囡仔无去咯，这条父母是要甲食套的。救护车用上紧的速度赶到托婴中心，将8个月大的查某婴仔送去病院。不过，这个囡仔敢若已经无气啊，经过抢救嘛是无效。老师的一时疏忽或者是怎么样，我们没有这样子教育，真的都是很遗憾、很难过。那我们也真的是非常的不愿意。新北市邦桥私立托婴中心，按照迄一天的下晡1点。这查某婴仔拢正正常，2点困倒的时，托育员用被架伊的头，1点钟后将被掀开。这个查某婴仔当时是拍的，一直到下晡5点，才发现讲这个囡仔已经无气啊，送去病院嘛救无活。社会局接到通报，连续2天拢到现场，伊起早发现讲师生比无符合规定，确实有照顾无妥当的行为。针对负责人甲托育人员分别罚24万。很多国小的学校都因为疫情的关系放假，那当天因为老师放防疫假，要照顾他自己的小孩，那临时放假，我们说真的，我们也没有办法临时找到人去做这件事情。那因为这整个时间的过程，中心跟托育人员确实有照顾不当的情形，因为时间延误了这个就医的部分和趴睡跟盖棉被的部分。家长表示讲，本来想要等囡仔更较大汉的，规家伙也要做去翕亲子相片，想要到送去托婴中心照顾，煞等袂到囡仔大汉啊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